其實喺大火災發生之後，其實不久咧，內地嘅有關單位咧已經係提供咗咧超過3萬件嘅物資咧，係俾我哋。而最令我哋同事好受用嘅咧，就係嗰個骨骼裝備，因為每棟樓裏面咧係冇燈、冇電、冇 lift， 我哋進行每一項嘅搜尋工作都要從零開始，由地下行上去。無論幾高就係幾高，最高就係31樓。咁你可以想象，我哋着住我哋咁重嘅裝備，如果不斷咁上上落落，我哋可以做到幾多住？亦都因為呢一個裝備，同事同我講，佢哋係大大減少咗佢哋上樓嗰個體力。我真係好多謝中央政府同埋我哋內地嘅相關單位對我哋嗰個支援。我好感受到我哋中國人一方有難，八方支援呢一個精神。